美国《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如何将城市变成监狱》的采访。《纽约时报》指出，在东突厥斯坦喀什市，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在教育营。该报纸声称，喀什像一个露天监狱，里面有安全控制摄像头和告密者。多次访问喀什的《纽约时报》记者表示，他们一直受到警方跟踪，他们无法与当地人会面，理由是他们可能受到警方报复。几乎每隔100米都有武警检查站，警方检查记者的智能手机，并删除被所谓敏感照片。美国举行大规模示威，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为。居住美国的维吾尔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集中营政策。与此同时，聚集在好莱坞的数百名美国人和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举行反华游行。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维吾尔人在巴人大屠杀29周年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活动上诵读古兰经并介绍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喀提福市的阿布哈德利亚安全点受到了一次炸弹袭击，总部设在迪拜的阿拉伯电视台宣布，有4人参与了此次袭击事件，而沙特军队在一次冲突中打死2人，其他2人被逮捕。美国非洲司令部称，部分在利比亚的美军人员已经撤往安全地点。由司令哈弗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本月4日从利比亚东部进攻首都的黎伯利。在联合国的欧盟支持下成立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指控哈弗塔尔意图夺权，效忠政府的部队已出动抵械。在拉斯维加斯全国犹太共和党联盟的演讲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受到犹太非政府组织年轻美国犹太人的一群年轻人的抗议。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的犹太人共和党联盟上发表讲话，该联盟被称为亲以色列组织。在特朗普演讲期间，一群隶属于犹太非政府组织年轻的美国犹太人的年轻人站起来抗议美国领导人。